那么我们下面就是下一个寄送呢，就是说，这个七支供里面的最后一支就回向就是回向，所有逆战供养佛，勤福注释转法轮，水洗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积福道。那么这个基础呢，就是说这个回向就是回向之，也是这个发愿这个回向的。回向的这个含义呢，以前那个大乘一章大乘一章里面也是讲过，就是回集散发有所去向就是回集散发有所去向，就是会呢就是说这个自己的善法，就是回集散发，然后有所去向呢，就是他去一个方向，就是他去什么方向呢？看你这个回向者自己的这个发愿就是看你如果自己是一个大乘修行人的话呢，就是这种三个呢，就是回向给一切众生，就是愿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呢，就是获得了这个无上圆满的这个正觉果位。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声闻乘，或者说是一个世间人的话呢，那么这个三个呢，就是回向给自己，或者是回向给就是其他的这个方面，就是所以回向的含义呢，大家也应该就是特别清楚的。那么所回向的内容呢，就前面也讲了，我们这个上述从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定力就释放诸福开始，然后呢就是供养这个有上供养和无上供养就一幻供养和真实供养，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供养的这个福德。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勤就是佛就是我们这个次第可能稍微跟那个就前面的次第有点不同，咱们当中的次第是跟那个上面的次第一样的。然后那个勤这个佛陀呢，就是注意这个时间就是然后呢就是转法论，就是不要这个实现涅槃就是不实现涅槃。然后呢就是这个随喜就一切这个自他的有漏无漏的这种功德呢，就是进行这个随喜自己和他人所造的身口意所造的一切的这种自心罪和这个佛制罪就是全部呢就是进行这个忏悔就是进行忏悔。那么这样的话呢，上面有这个六支供，就是包括就是回向的话呢，就是已经有这个七支供。那么所谓的这个上面的所做的以这个六支供为主的一切的这种善根，还有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其实有很多这个有漏无漏的这种善根自己和他人的一些这个善根世间和出世间的一些这个善根等等等，就是有许许，哪怕是我们念一句这个观音心咒，念一句阿弥陀佛，磕一个头烧一根香就微不足道的小小的这些功德和甚至非常大的，就是完全以菩提心这个摄受的，以人我的这种这个无我智慧这个所摄受的，或者说是以这个就是完全是这个利益众生的一颗这个清净的心摄受的。那么这样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所有的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回向给天下无边的一切这个众生。那么一切众生呢，这是这个我们经常就这样的这个愿众生的这种这个发心然后愿这些众生是最后是得什么呢？并不是暂时让他们就是得一种离苦得乐，而是呢长远的让他们真正获得了究竟圆满，就是远离一切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获得一切这个智慧的这样的这种佛道就是佛国这样的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也是非常大的。就是在《汉地大藏经》里面也有一个叫做是生生大回向记就是这里面的是也讲了很多很多回向的这个功德，就是少修什么这个善本获大果报，多做功德呢，就是这个福报福报无量，就讲了这样的这个少少的一些三个人的话呢，也获得了就是大的这个果报。然后如果我们多做的一些这个以菩提心摄受的功德那么这些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福报和果报呢，就是应该说是无量无边的就是无量无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回向就是应该说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以前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毗赖耶经就是里面也是就是应该是这个杂事里面就是说的吧，就是申曼夫人申曼夫人呢刚开始都是特别鉴别的，那后来呢，因为他的这个清净的心就是回向三根发愿就是然后就是自己的这个相貌都是庄严，就是这一辈子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回向三根的功德非常大的原因呢就是这一世当中的话呢，就是已经成为了这个圣光王的这个夫人就是非常这个庄严面貌，就是也有这样的
这个历史，所以我们回向的时候呢，其实普贤行愿品也是一个是一个回向文啊，是一个特别广的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广的这个回向文。因此呢，我们如果有时候实在是这个没有这个时间的话呢，也有这个前面的七支功来做简单回向的，也有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前面呢，因为它是那个七支功为主的，所以按照那个华智仁波切和堪波根或和图嘎如意宝、法王如意宝的这个传承的话呢，那么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以上的话呢，作为这个课前的一些积累资粮和清除罪障的方便方法。所以我们每次呢，在这个讲课或者是修持三法的这个前面呢，作为这个七支功，然后中间呢，或者是念仪轨，或者是这个讲经说法，完了以后呢，普贤行愿品的后面部分呢，再进行这个回向也有这样的这个传统也有这样的传统。以后呢，我也特别希望呢，我们这个传承这些佛子们传承佛子们的话呢，按照这个拉拢的这样的这种，包括这个课前课后的念诵的这种念诵的这个声音音调，然后念诵的方法不要增加很多，也不要减去很多这是一种特殊的这个缘起。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各个学会里面呢，也是要求大家把这个念诵呢统一起来念诵统一起来。我也去了一些法会，法会里面有一些这个里面加了很多佛话，有些减了很多的。其实原来呢，我们这个学会念诵呢，我想是法王如意宝和很多大的这样的这个传承下来的话呢，它的包括音调包括它的这个念诵的这种方法，很多都是不要自己想什么就变什么，这样不是很好的。因此呢，特别希望我们以后呢，不要里面加很多，自己喜欢加一个观音心咒的话呢，然后呢念完这个普贤喜欢中间加几个观音心咒，然后自己喜欢文殊菩萨的话呢，又加几个文殊菩萨，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平时的这个课堂上平时的这个课堂的这个课前课后的话呢就都不能加很多的。因为我原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广转这个翻译以后的话呢，实在是忍不住所以我就加了一个仪轨，加了一个仪轨。但是这个呢，我记得好像我也亲受过这个上师如意宝，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是基本上是按照那个学院的这个传统以前那个上师如意宝面前呢特意请示然后课前课后的这些都是这样这个念诵的。后来我们因为我本人呢有时候这个一直觉得是护法神不念的话呢，好像就每天都是不行，有时候所以我就为了方便的话呢，也增加了一个念护法的，但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很大的。除此之外的话呢，如果我们要念诵私人可以念诵，我们集体的话呢，一定要按照那个学院的这个清净的这个传统念诵这是非常重要，这是很多大的亲自加持过的。所以希望我们这个寺中这个佛友的话呢，今后应该是按照这样的这个传统去这个弘扬佛法这是非常重要。